位呢度係深圳太子灣 K11 商場，太子灣係商場站名。由深圳灣嚟要轉3字車就嚟到呢個米湯淘米撈米湯脆鯇魚火鍋，個裝修非常之靚美觀。咁佢啲餐都唔貴喎，38蚊，你哋睇清楚，38蚊有炒脆肉、脆魚片、魚湯撈飯、淘米香檸檬茶，都係38蚊 A 餐。B 餐椒鹽魚骨、魚湯撈飯、淘米檸檬茶，香港就冇可能食到㗎啦。喺大陸咁靚裝修，都係38蚊一個套餐，大家不妨試，我未試過，或者行到再晏啲先試，係咁多講住。